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底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安尼，信、望、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当日光阁出现，万米困醒的时，愿正受阮的儿女，阁来到你的圣殿祈求你。愿要专心敬拜，愿要出声吟诗唱歌，学了感谢你无煞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阮的心神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愿伫你的圣所朝见你，就是为着爱看见你的权能甲荣光，因为你伫阮身上所行拯救的奇事。你的正手常常扶持阮，互阮有望甲喜乐。愿阮正受阮儿女诚心实意学乐敬拜，为诚多攀芳的罪献拜咧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欢喜感纳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愿徛起伫即个扰乱混杂的世上。因为侪世间的掌权者误导引诱，以及人类私欲甲怨恨，以及2019年有武汉肺炎疫情失控全球性的传染，侵害人的心神肉体，互阮失去原来的平安。伫主的日要到的时，阮更加发现，阮人的罪性甲固执，恳求你叫醒阮的心，互阮更加小心来装备阮的信仰，我靠主来赢过一切的挑战。主啊，伫世间常常变迁的时，愿知你的应允永远无变。愿基督的性命大大得到显现，公义、和平、仁爱遍满地面上，永远伫地阁受恶乐天地的主宰。愿诚心敬拜倚靠你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愿拢无欠缺，因为万项物拢属你，对你来也是归伫你。愿荣光归伫你。到代代无尽，愿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因要用凡受造的万物，同心感谢吟诗，会带咱来敬拜而乐。
定心内领受圣经上帝所启示咱的话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是伫《路加福音》6章38节，《路加福音》6章38节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。予人就要互恁，要用竹叶的刀、纸、药，互伊扎到搬出来，拼伫恁的衫皮，因为恁用什么娘来娘，也要安尼倒娘互恁。愿主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照安尼来行，得到福气。咱今仔日真欢喜有咱仁德牧师伫咱的中间，即时要请伊来讲道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正是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欢喜。我先来讲，为什么我个人有欢喜的代志，就是丽人牧师甲恩华，也是我的亲人。常常咧讲起东门教会好的见证，我就甲伊讲，我牧会伫中分，有见证的需要，所以透过安尼，丽人牧师就引进我来到伫东门。会记这伫读圣院的时阵，20岁来到伫台南。嘛是第一次离家啦吼，但是就来东门读册，毋是在咱圣院读册，常经过东门教会，经过有20几冬会通徛伫遮，甲咱做伙敬拜，这是一项感谢上帝。特别伫个人的部分，就是感谢上帝，多谢恁对丽人牧师甲恩华这个家庭的照顾。当因就任的时，我嘛有来伫台南圣院，看见咱大家拢真欢喜，伫即个所在感谢。但搁较欢喜的是，会当透过中教会的需要，来到伫咱的教会，甲咱来分享共一个信仰。今仔日我会经常讲入摇杂伴，所以我毋是单单要用讲道来分享咱的主。我嘛要用咱喜意的音乐，甲咱来分享咱的上帝。所以伫开始的时，我先来祈祷，祈祷了，我先来献一首歌，咱三甲伫主的内面来分享。咱即是三甲阿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阿罗你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你对阮安尼讲：，你一光的下面流走的，无一定会成功；有力的，无一定会较赢；智慧的，无的确会得到美妙；明理的，无的确会好业；技巧的，无的确会得到稳定。至圣的上帝，你也伫哈巴谷书安慰我每一个人安尼讲：无花果树无富硬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无收成，田园无出五谷，寮内无半只羊，牛条无半只牛。总是阮伫教会内面。阮也因为阮的耶和华上帝来欢喜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拯救我的。愿阮的主掌管伫今日同日的敬拜，因为阮所讲、阮所唱、阮的仰望，毋是靠着势力，毋是靠着权力，毋是靠着能力，乃是靠着耶和华我的上帝的话语。愿阮的主掌管伫今日的敬拜，安尼恳求感谢，奉国我的救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你减目拄着困难，心烦意乱，家己无法解，想别人有福气，建立大家体，的确万事通，无得怨叹搁伤悲，忧愁操烦，催逼人紧老。大权能主上帝宝贵的应允，实在真妥当。艰苦长老，拄着患难大危险，做咱的保护。上帝奇妙大能力，有咱有功效，地可望影为咱开道，地山无中有艰苦长老。着患难大危险，做咱的保护。上帝奇妙大能力，有力有功效。完全信靠伊的人，有大大福气，有平安欢喜，在伫上帝无失败，无困难的事，只有交托伊。伫今仔日真要紧的时刻的内面，圣经当中有真济真宝贵的言语，所以我就用一节伫这个所在要甲咱来分享。福人就要福恁。今日咱东门教会为着中央教会所备办的事，我相信咱基督徒拢有一个行好，无一定互人知影的这件代志。我意思是要表达，当中央教会若去做好事，伊伫中份是伫临园高雄的临园，较晏伫这个屏东的所在。咱若经过遐的时阵，中教会当去做好事的事，拢会讲起阮的教会成就，阮的教会起好，毋是靠阮家己。是靠着上帝，伊亲自差遣真济，毋若是伫台南、伫台北、伫台中，用我10月份还阁爱去到伫台北，阁去到伫这台中，就结束今年的募款的行程。所以福人就要福恁，因为咱要讲起真济真济关于上帝好的代志。那呢？我就用一个，搁要开始的时，我用一个投影来甲咱来思考。下一章，
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用十字架来表达，咱是一个受救恩的经历。无论伫教会当中，咱的十字架，还是教会外面的十字架，还是甚至我常常会甲十字架来做象征，还是福音人会用十字架来装塔讲我是一个基督徒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爱拍伊十字架。虽然你无夹伫你的身躯顶，但是你爱知影，咱拢爱背咱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有可能是有形，嘛有可能是无形的。但是咱来看这个人，伊咧拍这个十字架时，伊有啥物款的想法？下一章，当伊咧拍的过程中间，伊想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我的十字架哪会遮重？咱想安尼讲毋对，我相信咱咧讲咱的十字架哪会遮重的时，应该无啥物款的错误。但是这个人伊想讲，我的十字架敢会当较轻松举、较好举，安尼讲毋对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咱万项事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。你若较乖，上帝就用较乖的方式，甲你引带带领；你若较狡猾，上帝就用较乖僻的方式，亲像浪子回头的方式。因为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经历。下一章，所以这个人当伊有安尼想法的时阵，伊的做法技巧有小可毋对，然啊。伊摕伊的骨仔来救伊的十字架，伊无想讲爱伫上帝真理外面的道路内面，要咱来解决伊人生所拄着，伊感觉困难，会当互十字架较简单举的方式。但是伊就是很直接、很了当，举骨仔来救伊的十字架。下一章，再下一章。当伊救十字架了后，伊感觉伊真欢喜，因为伊感觉讲我的十字架比别人较轻松举、较好举。但是这个经过3个月、1冬、2冬、3冬、5冬，伊阁会安尼欢喜快乐来过着伊的一生嘛？咱常常听迄个童话故事讲，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无，因为伊有钱、有情、会歹，甲罪进入伫伊的内面，伊无因为安尼来满足。所以咱的罪，咱若上一个讲，咱无去了解，无去认罪，无去悔改，那个旧的迄个罪性，会伫咱兜、伫教会、伫社会。伫咱的工作场所，一直重复不断的延伸出来，因为咱无解决咱真正内心迄个罪性，所以这个人伊游玩，佮开始啊，下一章，伊佮举伊的十字架，伊感觉佮伤重啊。经过几若的年日的内面，伊佮感觉伤重啊。下一章，再下一章。当伊佮继续举这个十字架了，佮继续举的时阵，咱有感觉上帝对咱真正是恩待，佮是恩待。是安怎讲？有当时啊，咱还未食饭的时，还未祈祷的时阵吼，第一届的时阵，迄个内疚感、愧疚感真大。上帝啊，我袂去祈祷呢，但是要安怎食落去呢？但是就是搁来补祈祷，啊无就甲上帝讲，啊无阴暗搁来补一个，安尼亲像咱咧补课共款。当咱食了嘛，无感觉讲爱去食肠胃散，因为上帝嘛无随互咱有刑罚啊，嘛食着顺顺啊。咱咧困的时阵嘛共款，啊今仔足忝呢，无读圣经呢，无灵修的生活。
咱敢知影，咱即本圣经总共有几章？1889章。啊，为什么我要讲圣经有1189章？意思是要表达讲，其实咱若一工读一章，3年多了吼，就会当甲圣经读完。若是安尼，咱会当用偌久的时间要来读一本圣经？咱的圣经只有1189章，那意思是讲，咱会通伫咱的一生中读几遍的圣经，来了解上帝真理活命的道路。但是这个人，因为伊顾这个十字架，伊嘛无感觉讲，伫上帝怜悯的当中，伊嘛无感觉讲，我无来教会做礼拜，也无安怎啊？我无来奉献，嘛无安怎？我无祈祷，也无安怎？拢正常啊！却袂记讲，伫这当中有上帝真济的怜悯甲呼叫伫咧。伊无去听到，甲知到。好，下一章。当伊行到伫人生一个过程的中间，就是即个路口的时。下一章，伊看见逐个人拢咧行，但是伊伫遐中途，因为伊的十字架一定原本安尼，一定固甲安尼啊，伊煞毋知要安怎行。下一章。伊就伫遐祈祷，伫遐想讲上帝，我应该爱怎样来面对你？当我咧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吼，讲甲我安尼足感动，讲甲安尼心哦安尼起烟的时阵，目屎欠遐淋落来的时阵哦，你毋知影助理2的学生甲我讲啥？牧师，你真的想太多了呢。牧师有这么感动吗？牧师，你是怎么了啦？我反正甲伊问讲，你又是怎么了啦？我这么感动，你怎么都不感动？你不觉得你这样要越过去很难吗？你人生徘徊在这里，要停留多久？伊安那甲我讲，你毋知。所以上囡仔咧问咱的时阵吼，咱来甲问清楚伊的想法。因为安尼无定会有发现契机，伊安那甲我讲咧，牧师，我的十字架单调，人安尼行，我就对人安尼行过就好啊。你安尼可以吗？伊安尼甲我应啊吼。我想一下，我想讲，这咱毋是上帝啦吼。我也是坦白讲，因为咱满都去掌管讲上帝伊的律例。虽然伊的想法讲我的十字架单调。我都对人行过啊，我不晓得上帝那一关可不可以啦哈，但是这是一个思考。还有什么思考？咱知影咱伫圣经当中有一个财主甲一个列撒罗的故事无？咱拢会问，咱伫思考题的时阵，拢会问囡仔讲：你到底要做财主，还要做列撒罗？迄较故意的吼，咱讲也无财主，也无列撒罗，吼，较故意的。有较灵性较悬的啦吼，咱也无，咱讲灵性较悬。什么叫做灵性较悬？灵性较悬的来讲，牧师啊，你们都想太多了。这种问题还要问吗？就在地上就当财主啊！你地面就咱来做财主啊！咱来顶管看来做列撒罗啊！那大家都快乐啊，干嘛这么的烦恼？但是我也是要安讲。咱伫敬拜当中，万项事拢有上帝的掌管甲律例。好，下一章，再下一章。今仔日我的讲章，若要看投影片99地啦吼，可能逐个人可能会讲到第2场去啦吼。但是咱毋免烦恼，这完整的讲到章。但是我后礼拜阁会叫我的文字稿来。这个投影片有，应该我若无记错有99地。咱有兴趣，咱有感觉伫分享的过程中间，咱想要搁较进一步去探讨，会通搁较了解。我一定将这个投影片送互咱正大家，放伫这个咱的投影片。因为咱的时间的关系，因为咱搁有第2场，
所以我会节省时间来讲起较我要讲的部分吼。互人就要互恁，就是加讲起，即个人伊无分啥物款的人，拢会通做真好的代志。咱常常咧问讲，到底是啥物人？但是伫即个人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是上帝，伊无去，毋是讲上帝无知，上帝伊互真济人无共款的人，拢会当做真好的代志。为什么我伫投影片的当中会看到一个囡仔摕5个饼2尾鱼？就是即个囡仔伊嘛会通做一件真水的代志，互5000个人食饱。但是咱常常伫咧问的是啥物款的人，才会当做即个代志？所以咱做主的工无分男女老还是年轻的，只要咱愿意做，会当合群伫主的内面，就会将建立伫一个上帝国。吼，虽然咱即摆人数，总是咱爱扩大伫上帝国，就是互人就要互恁即个意思。也会当讲伫咱中教会建堂的当中，也会当亲像伫咱的建堂的当中来参与，就会当互上帝国搁较早日去来临到，来下一章。要用足也会斗，但是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到伫主的面前？咱小可想者，当咱要来到伫教会的内面坐位的时，伫即段路上。以及咱坐好势，咱伫即个所在，咱咧等待啥物？圣经安怎讲？你的上帝若安尼，你的上帝就是遮细；你的上帝若遮大，你的开力就遮大。迄是关系到你的态度。所以今仔日咱咧读圣经，我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讲，当咱咧读圣经读到动词的时，迄就是宣告爱行动。当咱读着圣经，迄个入摇杂伴，迄个态度，就是咧讲咱的服侍的态度。下一章，所以咱有看到形容词无？入摇杂伴，伊咧表达一个迄个容器会当得入摇杂伴。今仔咱的态度，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？我举一个来甲咱来想。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看到教会就报祈祷会讲吼，咱要为着台湾2-3个月前，拢无落雨吼，来祈祷。即个查某囡仔听到即个祈祷会了，伊就穿即个雨满雨衫，互伊来到教会。当伊穿安尼即个服装来到教会的时阵人拢感觉奇怪。你若穿雨衫、雨满、互伊来教会，人就甲问讲：咱等下。为着祈祷会要祈祷，等下上帝，咱若祈祷了，就落雨啊！落雨，咱就爱穿雨衫、雨满、雨下来用啊！你若要雨红呢，那嘛不要紧。所以咱今仔日咱咧期待，咱咧主的内面，亲像咱咧吟圣诗因为咱即摆有成圣诗啊，古圣诗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以及我拄则。所吟的歌，咱到将咱的事交托伫主，也是咱所求的、所讲的，讲甲交托的，同两回事，是两道不一样的事情。下一章，所以拼伫恁的衫皮，当咱上帝恩典伊是好准备好。当你准备好的时阵，上帝就祝福你，所以你毋免烦恼无机会，时时拢是机会。当你读圣经，当你咧祈祷的时阵，当你备办好的时阵，时时都充满了祝福，时时都充满了恩典。但是你爱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敢准备好势？所以拼伫衫皮就是讲，上帝恩典来啊，我就用衫皮来试。因为你要用安尼啥物来量，也要用安尼倒量互恁，所以今仔日咱拢因为武汉肺炎即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有发现到，咱一定改变咱做的方式，嘛改变咱打招呼的方式。咱即马安尼挂咧，安怎打招呼？安尼你有看到无啦？
你有较好无啦？所以咱即马也是咱拢用安手网。你有发现，咱早前还未有武汉肺炎即个疫情的时阵，咱个讲食饱未？吼，也是讲咱逐个个会互相手请安。即马拢惊讲，毋知你有毒无？我有毒无？我等咧弄安尼弄。我毋是咧讲咱无好，但是咱有发现，咱的防疫的疫情的距离，是毋是也影响到咱甲上帝、甲人迄种敬畏上帝、疼人的心的距离？好，最后一章，所以这就是产生这个信仰的结果。好，下一章。其实，伫咱的生命当中，就是咧讲出一个互人的生命。最后，我用一个动物来做一个结论，然后我来唱一条歌，佮讲一个见证就好吼。来结束。互人的生命，咱来想，第一讲牛的生命，对一个是互人的生命，咱来做一个。调查一下，咱嘛做一个活动一下啦吼。因为咱先听清楚题目啦吼，无译的嘛不要紧啦吼。咱听清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法度一直重复。第一个牛的生命，你认为哪一个生命是给人的生命？第一个牛的生命，对一项是互人的生命。就第一个牛这两种尔，莫阁想其他的动物啦。就第一个牛，因为第一个野手。一个，因为牛的野手，感谢主，我若讲唔对，请伫主的内面原谅。猪呢，伊的生命是死去的时阵互人的，是安怎讲呢？伊着爱挂，猪啊死去啊，伊袂当伫晚的时阵来生产。牛奶啊，咱知影牛奶会当挤牛奶嘛这牛奶敢袂讲挤到贫血，可能有啦，迄体质较歹啊。但是我要讲的，猪甲牛的生命，伊的差别就是讲，你到底是要死去的时阵，好啦，咱死去互人的物件叫做什么？遗产嘛，咱也要显露上帝互咱是牛的生命，但是咱会当不断的迄个牛奶的供应。咱供应给人的生命，不只是金钱而已哦。咱拢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事情。其实咱互人的物件，譬如讲，咱会当教人音乐，教人插花，教人真侪物件。这是有当时就讲，互人鱼，教伊钓鱼，迄种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最后讲教会建堂，中教会伫这个临远的所在。当有主教牧师因这个家族因奉献200坪的土地，当教会即马目前已经开工，伫8月29号开工。伫200坪的土地当中，伊起造156坪点5坪，因为伊爱扣掉一寡公共设施，什么措施哦。咱即马咱的工作者甲咱用的就是这个所在，伊起造是。156坪点5坪，要起4楼，总共安尼起起来就是464坪点5坪吼。你这464坪点5坪过程中间一坪10万，就要4600万。目前教会对2000年开始就咧讲募款吼，你这个过程中间有对内对外等等，安尼讲的加起来都要有2800。像咱有2800，就是教会的资金有2000万，800万就是原来教会要卖掉来补贴，所以2800万。到目前即马有2000万的迄个建堂基金，有800万的是要卖旧教会，按怎2800？其实上帝应允福原的应允，阮本来第一波的应允是3800啦，阮第一波是。因为还未讲建堂的时阵，阮就定这3800， 3500，一定有达到。因为阮即摆一定有3000万啊，就是阮有2000万的资金，佮有教会原来教会800万要卖，
所以这拢定好啊，所以2800，我甲伊算3000。过来咱日后用阮即马土地起起来4644平吼，一平若10万呢，一平若10万呢，就爱4600万。所以4600万的过程中间，阮目前一定欠亏差不多有1500万至2000万。愿上帝来赐福带领咱，做伙来拍拼。最后我来念一首诗。在世上有多少欢笑，认识你，快乐永久。试问，就算拥有一切，永远不必担忧。那天才足够认识你，满足永久。试问，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锁住眼前的所有？人世间变化无穷，变化今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。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的人世间。在世上有多少欢笑，认识你，快乐永久。试问，谁能支配将来？永远不必担忧。冥河里，那天才足够认识你，满足永久。试问，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锁住眼前的所有？人世间变化无穷，变化今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。
徛安尼较免遐吃力啦吼。啊无我讲话大声，啊佫无麦克风哦，佫目睭大蕊哦，那样当做我足歹啊吼。其实我介温和啊吼。好来，我列为保护区动物呢，你敢知影？因为信任，吼保护区的吼。其实咱台湾捌有日本统治的一个期间吼。啊！日本统治咱的时阵，爱基督徒爱拜日本大帝，啊，所以拢甲基督徒掠起来，啊，所以甲基督徒掠起来就是讲，恁袂使拜恁的上帝，恁着爱拜日本大帝。总是有一群被掠基督徒吼，因为受不了被鞭打，安尼鞭拍，像保罗吼，咱知影保罗伫哥林多当中有讲几个、拍几个、关几个吼。有一个人坚持伊的信仰，就是咱即摆要讲的故事吼。伊吼上帝甲伊讲吼，即个日本大帝吼，日本人讲吼，我无法度甲你的上帝吼来抵挡啦吼。一张纸，一个加刀，你若当加一刀十字架，我就帮你走。一张纸，一个加刀加出一个十字架，我就帮你走。伊就开始，伫三工的祈祷的内面，用三工的约束，伊就开始逐工祈祷。上帝，你顶下我较赢，若无我无较赢吼，我无要见证上帝你的疼甲你的作为，吼。啊，伊无讲袂使拗嘛，伊当讲一张纸，一张加刀，加一刀，加出一个十字架。所以伊就时间到，伊就将伊的加刀啊甲纸准备来，加一刀。啊，遮下面吼，就是我后边来东门教的第二讲啦吼，感谢主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躯体若毋是你所起造，就起造伊的人空空着我；兄弟若毋是摇花你所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。阮早早起，晚晚困，食落落所趁的饭，也是空空。摇花束缚听伊的人，互伊好困。愿阮的主，阮所一切的产业，拢是对你来。愿阮的主，阮无啥物夸口，总是阮爱敬虔。爸啊，上帝啊，阮天理的主啊，心心实意服侍你，求你监察阮的心怀意念。阮若找着你，阮若恳求你，你就互阮拄着；阮若气杀你，你就永远甲阮相隔断。所以，阮着伫教会内面来警醒，因为你所敬的，阮要勇敢去做，无得忍耐，无得惊吓。因为邀我上帝要常常甲阮相合伫地，无离开阮。愿主，阮伫即个时间受着祝福，要转到伫阮的厝，转到伫阮的工作，互阮伫主的内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，一尽行通。阮伫教会当中一心一意遵趁上帝你的话语，来活出上帝你的见证。安尼恳求感谢，奉各位救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三个来吟诗，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03首，主我要学了你。
即时，咱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，咱要来进行奉献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的第8页。周报第8页，首先咱来看小会公告。第一，本会已经伫顶主日8月30日召开今年度第一次临时会员好会，会中顺利通过聘请刘炳熙牧师为本会第10任的牧师。第二，本会定伫9月13日，也就是下主日，要召开今年度第2次临时会员好会，要来改选2021年到2024年的长老，咱要选10名。伫下主日的礼拜，咱只有一场的礼拜，合并伫9点来开始举行。咱会记下礼拜下主日礼拜只有一场，第一场交第2场合并伫9点来举行。也请咱会友会当提早。伫后主日会当提早来到教会，伫咱的中庭遐来领取咱的名牌，
挂咱的名牌来入座。会员好会的会员名单已经公布伫咱礼拜堂的后面的公布栏。若有漏去，也是有错误，请咱小会员来提出更正。会员好会当日若袂当出席的咱的会友会来请咱的各区区长来请假。第三点，长老候选人是咱现任的长老，以及捌当担任过2届的执事，佮参有服侍的执事，咱的名单，咱看以后即个名单的表，咱即个次序的排列是按照咱的人名的姓，较少的排头前。若有共姓的，咱用年龄较悬的，排做头前。咱的即个名单内底，第1号到第7号是现任的长老，第8号到14号是执事。咱看第1号1号平安丽，2号吴美央，第3号陈丽娜，第4号梁淑珍，第5号刘英雄，第6号刘丽琴，第7号戴志芬，第8号彭耀文，第9号洪韶倩，第10号陈永娜，11号黄桂香，12号蔡碧珠，13号蔡桂兴，第14号蔡胜嘉。咱搁看第4点，9月13日，也就是后主日，咱有推派咱的选务人员，选务人员的名单，有定伫遮，咱有委托地宪处长老做选务的总干事，伫咱的这选务人员，咱有分做计票员、监票员，以及咱的即个开票区的督导员。咱的计票员由12个青年来分做6组，每一组有抢票、计票，阁有监票1名。咱伫礼拜前要来进行投票，以及完成开票的事宜。咱伫第1次的长老选举，若选无出10名，咱会用这不足额的加一人，征求咱会长的同意，搁来进行第2次的选举。这是关系咱社会公告的报告。咱搁来看教会消息，第1条。今仔日是高雄中会中分教会建堂募款奉献主日，中分教会牧师蓝仁德牧师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。咱会后伫礼拜堂的外面也有建堂的预备，邀请咱兄弟姊妹会伫奉献甲预备顶面来支持因。第2点，我补充报告，就是本周是部会周，对9月6日至9月12日，咱请国部的部长调集部员来开会，并且伫9月9日拜三进前，将咱开会的报告资料来交予咱的干事来准备议程。伫9月13日也是下主日。咱会记是第1堂礼拜后，咱无第2堂第1堂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团契会长以及机构的首长半忙出席参加。咱继续来看第9页团契消息的部分。第1，妇女团契定伫9月8日，就是要过来的拜日要举办。灵修1日游伫
礼拜日会早起，咱邀请咱的有参加的兄弟，会当伫7:15来到社区发展中心的门口遐集合点名，7:30要准时出发。请咱会记带咱个人所要用的药品，健保卡，喙罨，外套，也是阳伞，嘛准备有早餐，约略是伫阴暗暗时7点以前会返来到教会。当日妇女早祷会的聚会暂停一次。第2点，家庭团契。顶礼拜家庭团契有召开年会改选，也有选出2021年新任的会长、甲副会长、甲委员同工高名。会长张志峰兄弟，副会长是曾金山长老，委员有9名，请咱家己看。我阁来补充报告，伫今仔日咱礼拜了后，伫小等10:30，第1场主日礼拜了后10:30，伫上联大学的大教室，要来举行上联团契夏秋季联合庆生会。会后要翕团体相，请咱牧师啦，全体的客友会当集合伫咱个伊丽莎白纪念教堂下头前遐来翕全体相。即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本周的金句。我来读2遍，我读一遍，咱等下读2遍吼。互人就要互恁，要用足野的斗、日、药，互伊摘到搬出来，拼伫恁的衫被，因为恁用什么娘来娘，也要安尼倒娘互恁。路加6章38节，咱来做伙读2遍。互人就要互恁，要用足野的斗、日、药，互伊摘到搬出来，拼伫恁的衫被，因为恁用什么娘来娘，也要安尼倒娘互恁。路加6章38节，咱搁一遍。互人就要互恁，要用足野的斗、日、药，互伊摘到搬出来，拼伫恁的衫被，因为恁用什么娘来娘，也要安尼倒娘互恁。路加6章38节。咱即时请地长老搁较详细来报告咱后礼拜的选举的事务。多谢各位他拄仔有听到美阳长老伫迄个第8页的所在，讲请咱大家来推荐什么人来做什么职务，请咱大家会记若受竞选的人，伫后礼拜9月11拜5下午7:30，咱要做一个选务的训练，伫会议室集合，请咱大家记这个时间，这头1点。第2点，咱分票了，票伫你的手中，咱就开始要选。我毋知影恁要选啥物人，他拄有排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4，恁拢知影名尔。今仔日有义务选委会
要将遮个人的资料，甲伊服侍的资料，要公布咱所以一久仔的时间吼，咱大家看卖。来头一个是1号平安日，后来，搁过来是2号无摕相片，啊，后来3号陈丽娜长老，4号梁淑珍长老，我若无摕相片。5号老英雄长老真缘投，6号老丽琴长老，我足水吼。7号戴志芬长老，我若无摕相片。8号才会开始是有2任执事的来做候选人，彭耀文执事，我若足水哈。9号洪韶倩，这真水哈，拢真水。后来10号陈玉娜，这我若真受气的款哈。11号黄桂香，真水哈。12号蔡碧珠，拢足水哈。13号蔡快兴，我若无摕相片。14号上尾，是蔡胜甲。各位兄弟，无摕相片，咱后礼拜分票予恁的时阵，咱大家手拢摕票吼，咱爱选10个，所以你伫遐考虑的中间，才会上搁一摆会用伫这顶面，你通看，即个敢要甲选，即个敢要甲选，安尼吼，恁来选10位，拢总有14个候选人，爱选10位吼。特别甲大家补充报告即个代志吼，2项足重要吼。即个选务委员11下暗7点半来接受训练吼。即个也未摕即个相片的即个候选人，请恁莫袂记吼。我建议咱摕到选票了后，要介绍遮个人的中间。请遮个候选人拢来徛伫遮，今仔日无伫遮，无叫恁来遮，总是迄日大家摕选票的时阵爱徛伫遮，互大家看了。我大家拢互恁的时间是5秒吼。恁大家互大家看了，大家看要甲空无？10个拢空了，咱若所有的14个介绍了，咱就对后壁。收票，就甲票收来。收票收了，特别补充一点，这个，咱的小会有规定讲，开票要伫会议室。真侪人以前的选举的中间，讲咱伫遐选，讲因拢无看到咱咧开票，所以呢，拢感觉讲无伫遐咱有疑问。讲较粗就是讲，恁拢有做票，这伫上帝的面前要讲这个话，大真细致。我讲，若伫上帝面前讲这个话，爱真细致。伫遐开票，所以咱迄日收票收了，罗克宗牧师会邀请陈佑成牧师祈祷了。遮所有的人伫遮收票了，他会过迄个所在来开票。伫开票的时阵，咱有请2个人来做监督委员，一个就是陈佑成牧师，一个是刘立仁牧师来做
督导就对啦吼。我用安尼来做补充报告，多谢各位。请牧师来介绍。姊妹平安。咱今日真多谢咱仁铁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用诗歌、用讲道带领咱来敬拜上帝。那么，希望咱拢有份伫中分教会因为建堂的事工。伫遮咱用拍鼓啊，甲说多谢，好无？好，过来今仔日新来一位区国明老师，是以前中英中学退休的老师，毋知是伫倒位，请你徛起来。邱国明老师，哦，现在伫遮吼，咱就是欢迎你以后有时间伫遮做礼拜。过来就是咱教会关怀牧师区商会牧师甲牧师娘，毋知是倒位，哦，伫遮，牧师娘咱真久无看到因吼。会后会使大家甲因开讲，我毋知佫有今仔日第一遍新来咱教会兄弟姊妹伫咱中间无？有请你举手伫好无？新来的兄弟伫咱中间，本来无咱时间交互书会。这时咱来吟祝福车客的诗歌，圣诗398首，咱起立来吟一段。咱请蓝牧师来祝祷。但求主耶稣基督显明我的恩主的，地北上的小所多高，叫咱亲像家己，叫咱亲像家己。心宽谅，大浪感动，家己大浪心难，大为天大浪相斗，只是个半世代，只是个半世代。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甲赐肯。我将恁大家交托伫上帝恩典慈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爸囝信心的恩典伫咱每一人的顶面，直到主过来的时，到伫代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灭道。